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食槟榔是会致癌的。这个嘉义县的有一个查甫人去食到一个槟榔内面迄粒倒吊子，说是混迷，当场无喘气心跳。加在救护人员赶到位送病院，才甲命救倒转来。病院的医生也表示讲，倒吊子的生物基比一般槟榔较悬，这引起致命性的心律不整，而且这槟榔呢有致癌风险，上好是莫食。查甫人行无几步，就规个倒落去，互服务处的人拢惊到啊！家己一个49岁姓刘的查甫人，顶个月11去民雄乡长服务处拜会进前，疑似去食到红叫做是倒吊子的变异槟榔，造成伊伫服务处倒落去昏迷，当场无喘气、无心跳，救护人员到场较紧急救。口鼻都是大量的分泌物，那看他的脸色也有点发干，就觉得这个状况不对劲，也是先检查他的生命真相。那发现他是没有呼吸、没有心跳的状况，当下就直接不管其他的，就先做一些急救的处置。姓刘的查甫人经过抢救，恢复心跳和喘气，送病院治疗了，这条命才救回来。伊初时去救护队洗刀车的时阵，嘛是够惊，讲以后唔敢食槟榔啊。完全没有症状或是干嘛，就直接起身要离开。无意识的晕倒了。业者对地下内面甲槟榔提出来，倒吊只是讲头伫个骹尾伫顶悬，电刀向生长的变异槟榔，虽然工人的成本调，但是有当时嘛是会漏高，那含一般的槟榔抗做伙根本就分袂出来。外观无法度去分辨，爱食用爱食落去，才有法度去知影。啊，无你家想啊，伊若有看会出来，伊倒吊子迄就袂包落去啊，伊哪会去食着？倒吊子里面原则上是有一些高剂量的生物质啊，那个就会造成心脏的严重的心律不整。医生表示讲，若去食到倒吊子，有可能引起致命性的心脏乱跳，造成休克。若是倒吊子有危害，一般槟榔的槟榔根含石灰这成分，嘛会刺激喙的黏膜，长期落来有可能病变变作喙腔癌。提醒民众为着健康，也是莫食较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